哦，我中意嚟公園，因為地方空曠，有好多綠嘅樹花草木咁樣啦，同埋有啲雀仔啊，好舒服咯，咁係中意㗎嚇。根據發展局及規劃署喺2021年共同發表嘅《香港2030+願景》，人均休憩用地將會由2平方米提升至3.5平方米。規劃署之後喺2023年底推出顧問報告，檢視休憩用地嘅涵蓋範圍同埋供應標準。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，休憩用地現時嘅定義為一個法定土地用途地帶，用以提供休憩用地及康樂設施供公眾享用。新建議嘅定義更加廣泛，連同有美化使用價值嘅戶外空間都包含在內。建議提及高架橋、行車公路或者行人天橋下嘅空間，若具有陽光透射、自然通風可供人舒適活動，亦都考慮會計算在內。有研究團隊質疑新定義下，儘管休憩用地數字上或者會增加，但係實際市民未必會感受到。一啲已經係約定俗成嘅地方，都有機會係繼續入去，例如山道，嗰個高架天橋下邊有一個長方形嘅公園咁樣啦。咁其實喺佢成為一個正式即係官方定義嘅公園之前咧，其實佢可能一路都已經係服務緊當區嘅居民，作為一啲休憩，可能啲人喺嗰度打躉，買完餸喺嗰度休憩嘅地方。咁而佢將佢計算做公園嘅時候咧，其實本身對於大家即係市民日常嘅體驗其實可能冇咩唔一樣，嗰個地方都係作為嗰啲休憩用地啦，而佢數字上就會有提升啦，因為佢可以計算入去嗰個供應嘅數字入邊，就會有呢一啲嘅問題存在。咁即時可能有個數字嘅增長啦，而究竟實際大家用到嘅公共空間係咪又多咗咧？其實又未必嘅喎。咁其實喺呢個計算下邊咧就見到。佢只係一個數字遊戲咯。佢又指出，人口較密集嘅地區，例如深水埗，居民生活擠迫，好依賴公共嘅休憩地方。新定義或者未能夠改善呢啲地區居民嘅生活質素。規劃署回覆話，唔同用途嘅土地都有可能為市民提供可供休憩嘅空間。喺規劃土地用途嘅時候，有理據採用較廣泛嘅定義，有助更加貼近市民嘅實際生活同埋休憩模式。廣播新聞網記者黃君賢報導。